車公對於呢個瘟疫非常之有鎮壓嘅作用，即係話對於我哋嘅身體啊、疾病啊都有一定嘅幫助啊，所以佢嚟呢度多拜下車公都係 OK 嘅。1、2、3、4分別咧青龍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呢啲咧都有呢個星宿嘅文化喺度，同埋有風水嘅文化。咁平時咧，我哋去到寺廟道觀裝香拜神之前咧，肯定要入人哋門口嘅。門口之前一定要望望門口嘅對聯。每一間寺廟道觀門口嘅對聯咧，就決定咗呢間寺廟道觀嘅功能，主要嘅功能係乜嘢？消磨八煞啊，即係話有咩撞邪啊、撞鬼啊、身體唔好咧，拜車公 OK 噶。金庇群禮啊，即係對於咧金庇群禮，對於所有嘅黎民百姓咧都非常之有幫助嘅。有煞氣嘅嘢，撞邪、撞鬼等等，甚至屋企咧有啲咩天斬煞、彎刀煞等等咧，都可以喺呢度拜一拜車公，都可以鎮壓住風水上嘅煞氣嘅。丑心變好，見唔見？你想變個好人，係咪喺呢度拜神啊？丑心變好，我再睇翻呢度，改禍為長，即係遇難呈祥，即係有啲咩好嘅嘢啊，過嚟都拜下，都變成咗吉利吉祥嘅嘢。